參加翻啲 PPA challenge。喺比賽開始之前，我哋希望可以同各位一齊合照先。咁咧今日咧就成34間學校咧係參加咗我哋嘅比賽。咁辛苦咧，我哋中五嘅同學啊，咁咧佢哋咧籌備咗好耐啦，已經大半年嘅時間啦。成個嘅活動咧有氣個成個都係喺度遊戲嚟嘅。除咗成個比賽嗰個嘅玩法啦，同埋咧點樣去出嚟啊，所有細節嘅嘢都係由佢哋負責嘅。所以後來我哋都係講解今日賽場嘅規則。Competition format. The preliminary round will consist of 3 rounds. At the start of each round, each team will receive 2 identical sets of question paper. 攤試得成分數計算，每人學習嘅時間為6分鐘，時限一到要立即交卷，過咗時就無效。比賽會尋求最佳條件，初賽3個回合嘅分數加起嚟，總分最高嘅前5隊將會進入決賽。請多位參賽者將書本、任何筆記而家收翻埋先，我哋工作人員即將會派發試卷。第一輪初賽現在開始。各位老師就座，喺宣布決賽名單之前，我哋好榮幸請到我哋頭先教育科同課程發展主任文婉華博士，為我哋帶嚟一個講座。講座主題為 Discovery of the Good Particle。而家有請多謝。各位同學早晨，知唔知道今日個 topic 係咩啊？預先知道啊，係嘛？係啦，咁呢個就係咧我哋今日嘅講座嘅 topic 啦，小費粒子的發現。咁其實係咩嚟嘅咧？咁我大約話過。咁如果你就咁聽個名嘅話咧，你又冇任何 understanding 嘅話，咁你會覺得係啲咩咧？神嘅粒子存在，譬如好似呢度咁樣，咁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啦，咁應該係有啲 dark energy 喺度咧，就抵消咗嗰個萬有引力咁樣咯，係啦。咁你有可能會問我啦，嗰啲 dark energy 係咩嚟㗎咁樣？即係嗰個宇宙大爆炸發生咗之後嗰好短時間咧，其實所有嘅物質咧都係一個好個溫度好高嘅嗰個宇宙嘅溫度。咁所以嗰啲物質咧全部都係處於一啲基本粒子嘅狀態。嗱，你小心我呢個基本粒子狀態即係咩意思？我唔係講緊 atom 喎，係標準模型咧就係講緊就係話我哋其實嗰啲物質係有邊啲 particle 所組成嘅咧咁樣。咁而家到目前為止，我哋做晒實驗之後咧，咁就發現咧，就一共咧有3組三組同埋一個叫做 Higgs boson 嘅嘢嘅，係啦。咁我逐個講下啦。
但係咧你會見到1980啊、1990咁，佢哋都揾到其他字咯，但係就揾唔到嗰粒 Higgs boson，即係嗰粒上帝粒子都揾唔到嘅啦。呢個就係嗰個加速器嚟嘅。咁咧，你會見到嗰個加速器就唔係淨係一個位咧，就 detection 嘅。咁佢會有幾個位咁樣喺度。咁你會見到嗰啲嘢係咧兜圈咁樣行嘅。咁點樣可以令到啲 particle 兜圈咁樣行？我哋有請本校校長鄭校長致送紀念品。好多謝我都喺呢度想多謝各位參加嘅同學同埋咧老師，有啲老師嚟埋添喎今日我哋俾啲掌聲，各位自己同埋咧每個老師。Sam 我講搞一個 physics 比賽咧，咁我就唔使諗咗話照去啦。咁我又覺得即係細細地搞翻個比賽冇問題啦。點知咧咁大劑。好多人參加，好似話40幾間啊嘛，40幾間，44啊，34，咁咧幾乎係一個區裏面或者全港性嘅比賽，咁大家亦都好認真去做。我知道我哋啲學生出題目都絞盡腦汁，然之後老師再將佢優化，會都開唔到琴晚就搞到嘢。大家盡力去做 physics 對我嚟講係好深嘅一科嚟嘅，我係biologist嚟嘅但係咧，我都欣賞各位嗰個努力。我知道呢個比賽一間公佈之後，晏晝仲有決賽嘅。決賽咧，我另外一位嘅同事謝副校長咧，佢就係 physics 人嚟㗎啦。佢就會嚟到咧去負責嗰個頒獎。希望大家咧享受我就唔好享受 physics 呢個太深，享受呢啲咁抽象嘅數學或者係運算。攞到好成績，或者攞到好嘅經驗。今年如果搞得圓滿完成嘅話咧，希望出年即係可以繼續搞。咁我都會同 Miss Lam 傾可唔可以加碼又或者獎勵多啲又或者邊啲學校有興趣嘅可以聯絡 Miss Lam，我哋一齊搞翻個盛大啲嘅都得。最後再次多謝各位多謝大家。而家將會宣布決賽名單。第一隊入決賽嘅隊伍係寧波第2中學，總分為16分。第2隊為嘉禾愛禮信中學，總分為15分。第3隊為嗇色園主辦海裕中學嘅海裕小學，總分為17分。第4隊為聖公會曾肇天中學，總分為20.5分。最後一隊入決賽嘅隊伍係香港道教會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，總分為26分。以下落嚟，我哋將會開始今日嘅決賽。首先係決賽規則嘅部分，喺 WhatsApp 群組決賽嘅每一組應該有個組長嘅電話號碼加入 WhatsApp group。Question points and answer format. Each set of questions contains 6 calculation questions. 3 questions worth 1 point each, 2 questions worth 2 points each, and 1 question worth 3 points. 回合結束條件，回合時間限制有15分鐘。時間到或者所有嘅題目被刪除嘅時候，嗰個回合就會結束。回合附加題，第2回合會喺原先嘅6條題目上面加入1條4分題，總共7條題目。第3回合會喺原本6條嘅題目上面加上1條5分題，總共7條題目。而家大家見到喺左上角嗰邊係會顯示每一條題目係答對嘅情況。當有一條題目答對嘅時候，將會轉黃色。如果答錯嘅話，就唔會轉色嘅。請各位留意。
移咗下角係比賽嘅時間，然後去右手邊呢度就會係每一隊伍按照個時間上面俾出嚟嘅答案嘅。唔知第一輪決賽時間結束，決賽嘅分數：今日愛禮信中學0分，鄧顯中學5分，可遇0分，寧波二中1分，曾兆謙1分。而家第二輪決賽將會開始，請工作人員派發試卷。而家宣布第二輪決賽開始。第二輪決賽結束，而家將會宣布各隊第一、2輪加埋嘅分數。監獄愛禮信中學0分，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10分，嗇色園主辦可遇中學暨可遇小學0分，寧波第二中學1分，聖公會曾兆謙中學6分。注意事項：如果喺第3輪完咗之後，有隊伍嘅分數相加係一樣嘅話，我哋會優先計第3輪第一個有答啱題目嘅學校。而家宣布第3輪決賽開始。所有題目已經俾人回答晒啦。第3輪決賽結束，請大家耐心等候工作人員統計分數。喺有分數之前，我哋好榮幸請到本校副校長謝宗文校長嚟為大家支持。我見到咧後面咧有啲大嘅老師啦，我哋俾啲掌聲佢哋好唔好啊？咁啊，我覺得好刺激嘅，你見到頭先嘅情況啦，而家就冇咗啦。喺 WhatsApp 咧咁樣去 send 嚟答我，即刻就去評啱與唔啱。我諗我以前就真係冇你咁大膽啦，即係不斷去嘗試，不斷去做。但係要多謝嘅就係你哋後面嗰班工作人員啦。咁由我第一次加入佢哋個 group， 我就冇乜幫過佢哋手啦。Miss Lam 啊、陳 Sir 咧幫佢哋好多，但係佢哋好落力啊。咁可唔可以我借你哋嘅掌聲咧，俾一俾工作人員呢一班？有時會諗
真係物理比賽唔係需要每一次都要去到奧林匹克物理比賽咁高咯。原來咁樣一個嘅比賽都會有咁多中學生、咁多志同道合嘅人咧，都中意互相切磋。咁所以我真係好多謝我呢班同學仔，佢哋由宣傳啦、文件啦，你見到網頁上邊嗰個嘅報名啦、設計啦，佢係一手一腳做，我諗一啲都唔易，勞苦功高。咁希望下年仲有呢個機會俾下一屆，即係而家嘅中四啦咁樣，好嘛？咁我都唔阻大家時間啦。咁我將個時間咧就交翻俾司儀。而家宣佈今次決賽結果，首先係季軍寧波第二中學3輪總分6分。有其他嘅同學同老師都接落嚟嘅係亞軍聖公會真兆添中學，3輪加埋總分8分。又係冠軍，由香港道教聯合會突然紀念中學，總共3輪嘅分數係18分。再次恭喜咁多位得獎嘅同學，亦都好多謝大家嘅參與。今日比賽正式結束，多謝大家。